下梦想节目之前，我跟我讲，哎呀，我好紧张哦，好紧张。没有，他是跟我说，我好紧张，我好紧张。我们现在自拍。你要交给他剪吗？没法剪的是头发哦。拿起来剪，专门剪的。你们打包，打包，不要剃光头了，还是留一点头发。你等下说哦，借我一只梳子啦。哎呀，不是说什么？做师傅要懂得道具，你嘛。杨老你懂，他们家120瓶，有118瓶都放道具。冰沙，动物穴，小白兔。好，创意给你1分。刚才有讲黑点0.5分。不要觉得清朝是动物吃的。好，0分。我们这边美劳部分，这道菜叫派大星嘛。哈哈哈，白玉传了。人家做出做准做个提年馆师傅的结果出台出来。真的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就所有观众看向前面就大家好。我要数宽一家之主，爱民族，中北腔。都来到美丽民族的故乡啦，而且特别係美麗嘅美麗事，我從細就都要特別睇。不是講解白美麗係一個好素材，但3年都仲會做料理，包括我。哎呀，真的哦，我成名足油嘛，要他做油给他干你，喂，自己讲的。好了，基本嘅來賓哦，其實哦，咪非常厲害哦。哦，真嘅，而且都美麗啊，特別看來看去都會親切嘛。真嘅哦，等下看下啲。提前來分享到嘅係你嘅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阿尊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啊，邊個分享？就個分係親友放親師傅。大家好，阿峰哥好。三下來分享到風吹殘吹炸，佢兩山呢係表姊妹哦。分享到嘅係必勝記劉志玲姐分享。分享。來看下藍色嘅一片係來自苗栗世界，表姊妹記得係車妹煮啦刺秋枝。歡迎。之前米珠記有來過哈。有啊，散飯的時節咧哈。係啊，六片以外。好，先來問看那風吹啊到尾，我先問看那，你有啥推薦嘛？個好搞好食好料嘅。苗栗白苗市場，我特別當到年客，其實全部我遇到是傳統米粉，客家米粉，這好好吃。白苗市場，對，你的，真嘅呢？我忙着去過哎。都去1樓。我跟你說，不是因為我喺到南苗，白苗市場堂個還有個綠豆湯，樓下1樓，係嘛？個阿婆嘅綠豆湯還有加個米粉，1樓米粉都2樓。所以大家講，喺來到白苗有離火茶頭安全。大家如果抽火茶來，非常要講抽高鐵來有接駁車，都可以去到那裡。直接要認識一個地方，先去市場，就抽哎，對，對不對？按下頭腦冇按講，現在死哎。假裝哎，幾個鐘哎？對，我們大家再聊聊。對啊，大家再聊聊。那裡面有3公分哦。他很厲害，因為你知道他賣一個東西你很需要。哎呦，增高墊嗎？他賣髮片。哎呦，你需要。有，對不對？直接加10單哈。好。來看下藍色的一片哦，強調係來自苗栗市場，你好朋友，你個好朋友，每組阿姐，每組來到就擺咧，還有推薦埋個苗栗好食好搞誒。我吃到苗栗的水晶饺。哦哟，真我超愛的。好凍誒，有幾好食？北苗的三角形，南苗的半圓形。冇強樣哦。冇強樣，冇強，已經三角形。啊，唔過我到北苗睇我習慣食嘅三角形。要蒸了嗎？我都很 OK， 都很 OK， 我覺得都很 OK，客家一家親，好吃就好了。基本上來講，水晶餃這東西就是苗栗的，而且之前還參加過益智節目啦，最代表苗栗的美食就是三角眼，非常講水晶餃，水晶餃客家美食這經典的經典，所以能擺落時間，你講我苗栗是買電路就要買嘛該水晶餃。你果然不是苗栗人，沒有。好啦，水晶餃啦。好，苗栗市呢，青島好搞好料嘅，number 呢來了哦，來要特別搞款啦。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次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呢一關呢，他只搞拿出佢嘅秘密武器，到底苗栗面有乜嘅武器呢？
来看一下风水啊，豆味，你还嘛干？七甲洲的油葱酥，七甲洲的油葱酥，对2-3年慢年。妈妈做的，妈妈做的，妈妈生七感应啦，因为七感嘛，妈妈生七感应，这样来看一下哈，传强一下，那 P 宽呢？保证你想要涂在身上，可以哦，你应该要涂在那个脉搏的地方，后背啊，在那个鼻面部位系油葱酥，唔系发片哦，绿油精还有用。啊，不过门看啊，也个七甲洲的油葱酥，给你带来催眠系嘛个？客家炒米粉，哇，炒米粉，对，家下给我炒冻豆呢，因为他赶紧炒米粉一煮就要过3期的人做的事。对呀，有准批，有准批啊！踢馆，好，带着必胜的决心，踢馆就会来养起来。有心情吗？耶！哎呦，吓死我！必胜，当先。来，本我哋揽出来压力动态哦，唔过我哋要参加过咧，唔是咁记得哦，系啊，係啊，超厉害的闭面武器系马街咧，泡菜，今日我做嘅嗰菜啊，菜名按到。福氣饅頭哦，希望大家學睇之後就咧福氣饅湯，福氣嫩嫩，要吃呀，苗栗的名產，好，苗栗客家人哦，種芥菜，哦，種誒保存，哦，做酸菜，酸菜糕誒，酸菜有身唔睇嘅使用誒，叫做泡菜，酸甘美麗啊。哎，美丽是你自己家的吧？酸甘美丽，哎呀，很少听到这种讲法。甘丽的，不是人家全懂吗？好啦，又啦，堂體之後哈，大家互相期待哈，希望大家學體之後都可以什麼變美麗，酸甘美麗。美麗愛講英文講，我懂講。係啊，好，體育館的比賽哈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天草馬松都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趕快洗手嘍！我觉得你今天真的要好好巴结一下我们的志玲姐。她的发片会爽啊，便宜的。不会，但是你至少买得到嘛。啊，抽。你们先洗手是不是？好，洗手做羹汤来，要回来。哎，体检白就你谁去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苗栗人是很重视卫生的，就骨头不卫生。对，吃饭以前一定要洗漱。对啊，还有动力嘛？哎，谁去还会让苗栗县？我们要先去洗手喽。对。老师说可以。来排队啊，一起来走。还要搭小火车。好，我们先去看这个。好，志玲姐，发片怎么卖？你也让来母了。他以前出道找我，就我以前这边都没有，我以前一半都没有的。哦，没有吧？好，我们聊聊米粉好了。好，我们志玲姐，你一般嘅负责哪一家部分？副手负责看着慧珍姐，助手。因为今天下网上节目之前，我跟我讲，哎呀，我好紧张哦，好紧张。他是跟我说，我好紧张，我们现在自拍。碧珍姐，你平常是做的头路系嘛个？我不卡潘照。哇，潘照给潘的哦。这个是谁家的？松美的，卡不卡？那样一般来讲。哎，我很少看到这种，对啊，又亮又疯，对啊，赞哈，很赞。这边也是福气满堂的哦，真的很赞。那我好了，你要端走哦，你旁边去。李整记，啊，你潘照几多年呢？我妈妈潘照，我牺牲年呢。哦，老字号。可是你看一来很像是也是做美发，因为你也很有型。东江啊，我的头发也是。志玲姐姐做的呀哈，做潘走哎很少了，大家都去餐厅，所以可是现在就变成说做潘走又更珍贵。应该封草睇怎么通过，咩直接炒？哎，这样子比较较假。因为亚波卡系做盘做噶哈，但是电磁炉对你来讲吼，就蛮挑战哦。有。这个我们都是用快速炉，比较快。太早掉啦，太 vlog 啦。给大家高多转来哈，先走一下哈。哇，米珠姐，俺有冇看到？系啊，我不很想我攞一擺啊。哎，你上班拿到獎金呀，還是獎品？我這擺哦拿包給專戲。你那一鍋是怎麼會有玫瑰花？哎呦，太浮誇了，可以說比徐師傅的更浮誇。昨天一紅到睇個手，而且怎麼有一把劍呢？這邊嘅材料吼，有隻呀，他少看到，米粉飯廳，關刀刀。
那这个中哎，关刀豆，关刀，等一下，关刀豆是不是学校操场会掉下来那个？不是，那个是凤凰木的，不是。哦，它扁呐。那个是树，啊，这个是爬藤类植物，它是关刀豆。剥开来，哈，剥开来豆荚，剥开来就是这样子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样看，整排的，这可以变身高哎。然后这个也可以做钥匙圈，然后这个营养成分很高，它有很多的钙质，好酷哦，蛋白质、植物性的钙质，然后它粉红色，很可爱。我刚以为是鸡粉。一呛呛的虚节是会打开来，呛呛的实节是会打开的。cái种东球哦，cái种东球种的春天的时候种呀哈，当有叫安泰炸打开了看就粉红色的，本来迄料都皇帝豆，结果也迄关刀豆。粉红关刀豆，好赞哦！我要吃。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也喺讲陈木西的钙质动薄的一只。这个还有做在送机哈？送机啊，可以啊，冇问题啊。你让它抹住啊哈，你看落得也可以做钥匙圈，可以镭射刻字，哎，晒皂系吗？所以你现在很少人家把食材晒澡都钥匙圈啊，可以晒澡了，可以雕刻啊，公共地区面有卖安尼。是大家唔是讲也系可以食咧。韩国咧，韩有嘛个？韩有嘛个菜？哦，梅干菜。今年用为就挑拣拍个挑啊。也清简单，那个摆盘爱较强啊吼，唔看。加个叶贝咧。叶贝另外炒，这个唔好浪费，吼。都老叶当做玫瑰花，摆盘。玫瑰花没可以吃嘞，好漂亮！不是给我的吧？我想要送给明珠啊。这个也可以吃嘞，要可食用哎，几看中哎啊！我们家包好人卡，非常的香。好漂亮，刚摘的。一公总都得吃，超级香，很香。怎么会这么香？这是可以食用的。怎么会这么香？哎呀，玫瑰花一般来讲，个香味莫暗冲呢。无毒。自己种的啊！我惊呆了。我挑线的。其实有那本爱皮狗嘞，真的，超级香，剪下来的。点嘛个品种哎？是香水玫瑰，可以吃嘞，可食用的，超香超香。那可以做给玫瑰花瓣酱，谢谢你。玫瑰花瓣酱，果酱就用两种玫瑰来做。玫瑰花酱，新鲜的玫瑰。真干肉的用泡啊，用脆的，还煮的咯，干肉啊。哦，弄搞的啦。等下半点煮。因为八件做较假，也唔好浪费按都有。今日呀，水要通嘛噶？通开，都得通的呢。对，都要准备的。这个玫瑰花先给你摆盘，好，等一下我再用。在韩国的玫瑰花用为摸泥啊？有啊，健谈咧。有啊，好贴心哦。当背有啊，有啊。水当板，嘿，声音。你是要 cue 我去摸它吗？对啊，我没有这么笨。呀，还得来通哟。好来，我们等下沟通转了哈。好香哦！哇，变哈迷呢，太幸福了，幸福啊！吸尘器，你拿那么高真的是没有火。这就分2片，按上虚件。现在里面就是用那个油葱酥来煸哈。还没。哦。你炒米粉有嘛该给 Q 老太太讲一下？就会上了一天到有煸豆，才会调，炒出来米粉才会调。小虾米又见过煸过嘞哈。本身它就是种小的，买小只的。哦。没煸过会香香。我跟你们说啦，基本上种朴实都做料理的时间，很少在跟人家聊天的啦。他今天已经超过他平常煮菜讲话量，好，所以我们派他了。有人跟他讲话，给他们拔阿的哦。你抖音真的煸香了。你要交给他剪吗？没法剪的是头发哦，我专门剪的，专门剪的。有打包，打包，斜剪。不要剃光头了，还是留一点头发。你等下说，借我一支梳子啊。我有食过，附近哪只去做的炒米粉吗？有哈。冻虎是啊，你真的是1个小时前就是他帮他剪完头发就说走，我们去逛街，去逛街。报名就说啊，我不会煮啊，那我这个厨师在那边
现场做它是 OK 的。冇使用，我問咗問題，假使冇成嘅情景上咧，該錢我用半半。对分呢？没有关系啊，有引到这个前头，我们去炒个鸡酒，大家大伙一起吃。对呀，太敢跟我生嘛。该不会还是慧珍姐炒吧？纯酒，你不要炒哦，给他炒就好。当然了，我是试吃，我就试吃而已。试吃就好。对，你看香嘛，有哦，有哦。这个秘密武器了。我们的秘密武器是火锅自己家里种的，芋头要炸过是吗？对，有炸过才会香。一天要炸过吼，才会香。无会把我三香香，因为没有你的有会冻怂。这个全部料都先用好啊呢。对，压好了，所以刚才都要先穿烫过。做嘛给个芹菜迄青米张标啊？因为芹菜吼，讲究我黄铁。一天要多青米香，因为个菜类吼，翕的我当夹黄铁。我们的米粉。哇！你要交给他剪吗 ？OK 的，OK 的。没剪头发的啦。拿起来剪，专门剪的。你在打包哈？打包。斜剪。斜剪，也不要太碎哦，刘海。也不要太碎哦，不要太碎剃光头了，还是留一点头发。你等下跟我借我一支梳子啦。剪头发是 OK 的，剪这个也 OK 的。OK 的。我们今天体质白款头就应该用剪米粉。你肯定拿那个剪刀的质地嘞。哎呀，跟没前面的地。然后线就经过水哦。一定要先泡水，不然的话剩一点点，我们时间不够，大家都可以分享。要时间差不多咯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去吹那边了哈。对。好，太好，胡椒粉要加哦。有。哇！有批到香嘛？有批到香嘛？所以师傅，这个算油泡吗？半煎炸。我们师傅可以教吗？可以教。饼干很哪厉害的呢？可以，很少跟老师说，老师可以教吗？当然，就是说老师可以教我。按10轮呢，可以教。所以你要片系煮酱系哦。跟酱油不要买个东西哦，调味料哈，有梅干菜。把它走诶！你怎么按脑机啊？去走快啊！再见喽，这个开始油爆了，油爆了。美女都没得受到一点点伤害啦。姐姐那个鼻音可以收回来一点点。我再过来按你哦。那体质白款用一种半煎炸的，那刚刚你两腿从一个做爆米花哈。为什么秋英姐从头到尾都不害怕？做菜不要当做危险的事情来做，要按好高的东西哈，好心情。所以应该在那地步要抹改掉吗？泡菜还有抹改？泡菜、泰森、胡椒粉，不去翕一下，不去翕下。我们去倒数了。好，好，要翕一下是好嘞啦。现场马上来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这个呢，体育馆奈布卡卡站的哦。体育馆呢，太起家都拿出去家嘅本地秘密武器来。然后讲风水吼，那你有潘州师傅都了哦。潘州师傅做的炒米粉，太起来吃吃看呐。炒米粉嘅重点就係魚肉。好好吃，而且米粉又加 Q， 前辈又比较多，然后呢，水杯米加个用料偏向的个胡椒粉要当有米汤。cái重點就係cái水米就加個油蔥素哦，真緊畫龍點睛，不過油用梅哦，正加凍豆腐。一定要用油蔥素落去啦，也係媽媽米湯嘛。嘿，有媽媽傳下來。對，因為等媽媽炒米粉啊，都在旁邊看。我咩做嘅下油掉。就是比較細的嗰種米粉，我記得係用醋做的，電腦嘅口感較 Q， 較好食。沒有你大家都習慣吼，食日較粗的米粉。這應是都強力呢。不是。好應該小肉是凍慢椒個，我講到慢椒，吼，水慢椒係嘛嘅，即係福而慢通。來，夾夾嚟試看，攬水兩片。皮膜是都有。有人被綁架了嗎？他的皮要吃下去，它这个皮里面的皮不能吃，皮不能吃，没有公平嘛？皮中的生嘛，应该不能。我想说这个皮真的是长了1年的皮。我要看出来。哦，
非常好食的。因为大家主持的時間時有講哦，我爸爸好凍雜裝係用脆嘅，我火過之後嘅香氣下出來。不過我覺得也個冇講法沒道理啊。係啊，有咪，我講真嘅呢，冇講法當煙咪，有煙咪，煙咪啦哈。而且哈，今日鹹菜乾啊哈，已經轉鹹嘅。不用有辣椒誒，對，會鹹，唔係單槍酸甜甜，會轉鹹嘅。個醬水的部分哦，也有這個鹹菜乾啊，鹹菜乾梅乾菜，就是很一體的。對，非常的完整啊！有時大家嗬，觀眾朋友看到呢一片嗬，先關到未出答案呢，咁個到底師傅按樣版評分呢，夾來看咯。盧師傅搶本書。夾來看，阿峰哥，有冇有？來看呢一片來講，來。好。只要燕巢面粉咯，伊個香料的味道啊，一層一層哦，終於逼出來啊味道搭配的東西啊，比伊種已經動香。這度伊可能雖然講伊上嘅表現，伊個食材嘅部分，你可能變得不出來變像豆魚咧，啊味道是咪偏有好嗨一啲啲咁樣咧？阿鳳哥有嘛想法咧？我嘅想法吼，剛為本家講退啊，其實當簡單，佢面粉嘅全部嘅味道全部要炒出來。尤其係加油蔥酥要加落去凍加粉，啊，啱冇本，然後其實凍可惜，佢家取這個名字，然後佢嘅創意菜凍河，啊唔過，其實我係想話凍嘅，但從呢家福菜嘅話，大家梅乾菜，因為做啲炒過，咁啲香味有效果出來，下好啦，係啊，我係想法係咁樣啦。兩嘴都師傅嘅好食，唔過三下來看一下，其師傅帶來乜嘅好料，我嚟老太子嘅分享呢。夾夾出開菜，哇！徐師傅登場，而且又是今年呢最後一路，一定是壓軸大菜。菜名係乜嘅？黃金右腿，哎呦，黃金右腿。等一下，右腿。貝克漢嗎？那個是少林功夫吧？這是梅西莫啦。梅西是梅西莫啦，你還有該豬耳也有啊，該蹄膀該豬的後腿肉，它裡面的其中一個部位。為什麼是右腿呢？對啊，因為它比較結實，像我們左腿比較右撇子。哦，右。其實這些都是玩笑話，這就是豬小腿啊。阿瓊呢，馬鈴薯呢，就是我們蒸熟之後，脆熟嘅時候要差不多脆到15分鐘，到佢變到軟呢。等下像係馬鈴薯甜甜。馬鈴薯甜嘛，改都冇加，因為我等下做個黃咖喱，叫做黃金右腿。啊，你係洋蔥。花椰菜，我等下用泡的，你係日本的苗菜的，苗菜啊，茄子啦，茄子啦，唔係토마토啦啊！啊，剛才蕊這個菜須在香港要番茄，茄子，像你豬小腿哦，我麥個都冇滷哦，是變可能會脆哦，啊，像安尼脆差不多30分鐘。所以那裡面有8隻哦。總共10隻。哇！三豆兩劑，我十全十美啦。好，我先講，像你阿油啊，你看你阿凍落去，你看它很扎實，你阿差不多脆30分鐘哦，哈。去哪油哦？哦喲，叫他抬記，你阿茄子又阿愛弄泡的，你係日本茄子哈，我等下要落去泡啦。哎，台北就是擺起個日式料理店，食個條菜哦，一下 Q，我覺得它口感下 QQ 誒。嗯。然後台灣嘅條菜冇買強溶，冇強溶，個品種冇強溶哈。我弄阿安排的意思是講哈，你阿等下馬鈴薯我袂變送去。容易做擺盤的動作，要做盤呢。不過有陣問題係講，今年用嘅時候係豬肉嘅鼻啊，那羊排做得冇？羊排冇強濃嘅口感，因為你阿表皮係安樣嘅咧，我係落去泡，半佢泡到金黃色，泡到黃金，然後半佢吸一下水，冇等下泡。天哪，真的很大隻誒！我等下落去泡嘅時間有啊，我比比啵啵，我跳舞。但是我想問，怎麼在取這落去那是泡就好咧？佢會調咯，對，你要先泡係啊，簡單嘅哈，然後發出來。這個要加胡椒粉哦。唔是，我等下做該醬。哦，同時二下去哦。用下泡，因為我要做熟成的動作。那日本茄子蛋很快熟嗎？跟一般的台灣茄子是一樣的，只是品種不一樣。哦。我強壯係我等一下燒嘅時陣冰落去，冇是佢會變色。哦，就是油溫差不多170到180。啊，第二片我同時進行一個炒個醬嘅部分哈。哦。黃咖喱，你係黃咖喱。所以你阿咖喱醬係5倍直接賣。賣到咧，差不多點時會賣的。
俩先教完哈，教完喷去破一下。你真的好厉害哦！没有去踢足球很可惜。有哈，洋葱末先落去煸。哎呦，煸用係用葱头來煸。因为一般就是咖喱是有嘛個，你想到嘛個洋葱嘛，还有嘛個马铃薯嘛，同埋因為一般的直播開馬鈴薯切當嘅落去煮嘛，那撈幾下冇強哦。這什麼？加椰奶。哦，椰奶我超愛。咖喱撈椰奶係好朋友哦。好朋友哦。一熱下就好呀。有溫度要啊，如果下降咧，放去溫一下。炒個葱頭嘅時間，咪做得加奶油落去炒吧。我等下會講，他們一個步驟，你啊咖喱醬先落去炒，炒過咖喱醬下香。有啊，香下去。那個別個葱頭嘅時間做得冰奶油啊。你啊香味出來吼。先冰一丟，香氣下提升。怎麼你全部變哦？怎麼你全部變啷個？香哦。做嘛該做乜得全部變？兩種口味，兩種味道哈，你看一個味道不一。哇！有哈，味道出來。一咖喱嘅味是咪會下順？你啊水按時候咧，水加點樣放去煨煮一下。放去煨煮一下哈，按個大轉落你啊澆好咧。所以今面係味道叫做黃金右腿長用翁咖喱，所以其他的綠咖喱、紅咖喱全部走的。綠咖喱使變到綠巨人浩克。綠色就不一樣。海龜咩凍就咩？應該綠咖喱啊，綠咖喱椰奶啊。我綠咖喱凍爛呢。係啊。可以不加辣吧？係啊。好。所以應該下最尾係加加水，唔係加加椰奶。冇椰奶最尾愛當冰，半幾嘢加下巴啦，下巴。哎呀！我在說什麼？就是不會要懂得道具，你嘛。看到那種，他們家120瓶，有118瓶都放道具。金沙。金沙。動物蟹。小白鼠。好，創意給你10分。那有放去廣開的0分。你不要做的青草是動物系的。好，0分。老師，我想到一個問題，你自家豆腐卡煮咖喱啊，就係那個黃咖喱嘅時間，有冇人給煮出來之後會帶咗回梅頭啊？給它炒嘅步驟有啊，果脯也是炒菜椒，對，細火煮，好，我等下有啊，我最尾嘅時間冰海全部冰海。哇，超讚的！用調色盤看咯。哇！煮滾時熄火時候，按個我含有勾芡，勾薄芡是走在內。我們火關掉了哈，給它上色就好了。要被皮皮啵啵哎，沒事的。我們要不要撤退？不是，這樣子給它表皮酥酥就好了。很快很快，不怕不怕。站得越近的可以多吃一根。好看，有啊，酥酥也是走在看。看這兩個顏色冇恐龍。對，要不要長塊塊？啊！尖叫聲！不行，會出事。好 ，OK， 好，結束，好回來了，結束了啊，好回來了，好了。哎，這看起來超好吃的。脫口氣哦，還好香。就是我本來做的時間時講吼，佢個表皮係酥的，啊底部係嫩的，嘿。哦，1、2、3，哎呀！我在說什麼？念了這個。為什麼有這麼多肥皂盤？我想說這個是什麼東西啊？擺盤中的啦，新式擺盤。這哪裡來的啦？你叫的哈。按攪就好了呀。民族就是不會要懂得道具，你嘛。他家有一間房子是道具餐盤的。看到那種，他們家120瓶，有118瓶都放道具。真的嗎？所以這個現在是關火在。關火就是我最主要是給它上醬就好了。哦，上醬哈。那冇是拎送去沒做的啦。做的。調咖料都給肥皂盒。師傅，他這隻腿，他一輩子都沒想過他自己擁有自己專屬的盒子。有嗎？有哈。大家剛才就看詳細哈，要看清楚哈。有哈，用乜嘢做是要哈，喺埋個門添未做得門哦。所以你一調出來是擺石木田啊哈。調出來炒咖喱系列沒動好些。哦。那待會淋醬吧。不用，不是。不用啊。這個馬鈴薯冇挑梅。
不是，够菱角，就是你等下洗的时间沾那个酱吃是好嘞。我觉得它酱要再多一点吗？不是，哦，它就酱发颜色好漂亮，它就骨头控甜啊，又牛又炒。对，来，风劲右腿，按钮去后塞喽。真的是太开心了！刚刚看师傅都会煮的时间，真的，原来看人家煮出那一件按穷的事情，聪吗？好，大家来吃这个呢。好吃，哇，咖喱的香，肉好嫩哦，真的好好吃哦。然后最主要黑咖跟肉，底肚黑嫩的，肉不会黑熟的，太赞了。咖喱大家冻汁上會雪，凍汁上會看到，煮到安用hin哦，真正係派菜。我可以打包帶走嗎？飲盤都雪落去的啦。香好食嘞，因為心臟而且心臟高咩。下面那個道具要還給方哥就好。哦，不是可以帶回去啊，只要還他。好啦，咁我吼未凍袂煮泰菜嘅變故嚟分享一下。就話叫聲脆個，煎一下，再個拖一下之後，一時凍袂做解種。哦，所以咱梅頭啊，個搭配凍河啊，對住牛肉凍水來凍燉。不錯，觀眾朋友，也一心呢，我看見下邊哦，好好撈佢連起來。阿娘呢，也不卡咩做得有米其林等級嘅暗好食嘅料理。頭前呢，你這都2份，較沙皮唔過呢。藍水一個加油誒，馬上嚟。哎，你還在比賽嘞？哎，品雙凍還有比賽哦。對，忘記了。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百變料理王，兩嘴愛喺寒天嘅時間底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冠唔但將係比米絲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內嘴將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人家講而家關鍵時本大家吞一下，行講美人腿嘛。講到美人腿就要講你啊，你就一擺喺咩金鐘獎哦，有一張相片哦，金曲哦，那幾好看，直接給它伸出去。所以你就是美人腿代表吧？謝謝，所以裡面要煮我。裡面是豬腳。哦，出去。今天嘅主題到底係乜嘅咧？大概一般大家看就係莴筍。其實已經按照外海美人腿啦。好，那莴筍你會用喺這邊吧？金沙，都好選。小白菜。好，創意給你1分。總分幾分？那也不給講太靚啲嘛。你想不給講太靚啲？你這麼有創意，你不可能吧？不要跟我說黃咖喱哦。冇啦，你要做啲清炒是凍好食的啦。清炒。好，0分。你呢？其實你要煮湯、排骨湯，1.5，沒有0。哦，萬一。如果我會怎麼做，你知道嗎？我會把它用果汁，先濕蘇偉公用果汁機，把它變成泥之後，怎麼樣？你知道嗎？像煮玉米濃湯，把它煮茭白筍濃湯，我就這種香味很好吃。因為之前應該有吃過用那個白玉蘿蔔。哦，所以我們上一次不是有做過？是這裡做的嗎？這道延伸是都夠用做誒，裡面應該法式料理也該蘆筍濃湯對，延伸出來的這道料理，我是不是超越你們每一位？好了，100分，觀眾朋友幾多分？超過1分吧。很感動，很感動。馬上嚟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最杯米呢係用一個莴筍來做變化，看看兩隊的創意會不會超過我的。好，馮翠用莴筍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白肉蒜，白肉蒜是嗎？白玉蒜，船，湯肉蒜，白玉船呢？好像是一個人的名字。好，最杯米館有信心嗎？耶！加油！我看下冷菜哦，整個拼落去哦，好，提出關吼，莫得到負數5%，因為你阿伯吼凍厲害，帶來個菜名按到乜嘅？私藏菜。私藏菜就是要做私藏菜。咩許昌菜哦？哦，先問一下，
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兩組開起來呢，真有掉出太出來，飆起來嘅，馬上來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來，夾開始哦！來，無順做的做甜點嗎？應該做啲啦。你炒飯記得有咧？白醬的蝦仁，蝦子又要焗烤。焗烤。啊，你講完我不敢講啊。你講。原本係個上紅半夜版時間係為咗炸莴筍啊，會烤它。哦，直接烤一個。幫你剪掉，剪掉。來，湯肉蒜。对，這個是我們美麗的吃播味嗎？對，開腹嘅哦。哇，天哪！凍肚河係肚絲耶。哎，剛開始，正當時。去哪裡買啊？咩啊？茶味就中哎。也是開腹。媽媽做哎。你的莴筍怎麼個上頭就都冇強溶啊？還是先燙過呀？嘿。哎，有。志玲姐，你會切嗎？我們先當然會咯，因為怕時間不夠，所以我們先把它燙過。哦。對。所以牛板撈嘅莴筍做酸呐。待會就知道了。哎，做酸硬啲，我做埋個咖喱豆誒，鳳爪啊，養生啊，紅棗是自己家裡種的。哦，又會卡美中哎啊？沒，卡不卡中哎？哦，今天我們的食材就是紅棗啊，跟那個香蔥酥啊，還有草莓啊，都是自己的，所以呢，我們都把這些搬上台面。可是我想再問一下，倆出水都帶慢你送出來嘅創意。都嘛會上安陽做咧，茭白筍的料理哈，平常我哋潘照都只有做迄三鮮，讓我用到一個茭白筍，不過呢，很後面就用人哋客家用的香油包包的哈，同一茭白筍來切咧，上到肚香，用絞肉來炒的炒必香，安尼就清簡單，而且有醬。對，咁秘密武器係咧，用按客家嘅用香蔥，對，而且你條件已經得到2分呢。哦，等下嗰度真嚟啊！要認真變落去咧哦。我喜歡的豆腐皮。呀，腐皮，這什麼？那你做乜嘅？包。睇下家下就談到冇記到一種腐皮類包菜包。菜包哦，對呀，等下包起來。有乜嘅啊？哦，茭白筍，還有一些比較養生的食材。哦，木米、西洋菜，還有酸菜、南瓜。哎，對，你那個是庫里嗎？跟臭菇。對啊，還有榨菜嘛，有呀，挑絲，山珍海味咩？下邊個還有誒飲食嘅哈，啊炒魚啦。還香，對啊。可是你們菜名不是叫什麼私藏菜？對，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切絲。兄弟藏到豆包裡面啦。對，私房料理藏到豆包裡面。很有創意耶！絲狀的。西空菜。哎，冇錯。所以等陣像個創意嘅部分是讓日辦的哦。實在你做冇一邊下邊，不用香菇，按你包起來叫做素菜。吃荤的人，它有海味，增加一個風味。建議咧，等下要用脆嘅啦，用剪嘅，用斑剪，斑剪咋？這個我第一次看到這個香菇，剛剛講嗎？草菇。哦，這個草菇，你要炒菇當好食當新鮮的啊，新鮮的。你要有炒鍋嘛？要冇炒鍋。那個直接因為菇哈，直接生吃。不是，我們勾芡的時候，它就是熟的，它會熟。而且它本身就是甜味。那溫度要抓很。因為勾芡只有一會兒的功夫，一哈哈停停，等下是表皮炸酥，勾芡就會。哦，其實按用條是凍河水做的是下上菜嘞，怎麼個還是用來撈腐皮包起來呀？因為按你上菜的話，顏色雖然很繽紛，但是畫面就比較凌亂。那我為了擺盤，然後又可以多增加一些那個豆包這樣子的香氣，吃起來的時候也方便。開始爆咧嘛？開始包了。我們先不去啊，等下過了幾度後，我要試味道。好，加油，加油哈，加油！但那個草莓沒有擺完，好可惜。對啊。待會可以請你們吃啊。蜂蜜有。男生不適合吃甜點。我是加煉乳，不好意思。你們都不要吃了，我吃啊，我不加的。我也不用加。我們這邊美勞部分。這道菜叫派大星嘛。白玉傳啦。而家套菜做咗轉做嘅甜米罐師傅嘅傑傑出題菜。真的。太浮誇了吧！
现在是要办桌了吗？草莓会摆酱诶，系吗？对呀，摆盘啊，摆盘。草莓。我本来动期大给草莓有入菜。没有，就有那个红枣、港币有个可以的，这样就够了。你不用落个肉地肥度嘞。哦。那个要用炒诶，用炒诶，系吗？对，煸香一下，我先头一蒜头煸香一下。要比煸香系吗？对，先煸。真的是办桌的手速呢。好厉害哦。所以等下个好笋个酸系总得学的哈，那就批嘛。其实也是可以，可以啊，喊你有料啦，某一都挡枪。伊老爷咧做笋标拢伊用啊炒嘛，伊老爷都会要搞笋标拢用啊香到里面。我好笋也熟的嘿，熟的。那它这个肉我先炒过，回填到茭白笋里面。对，它那个应该茭白笋是有一个船的形状。对，了解吗？你两下长发现哈。嘿，让红鱼咯呀。但那个草莓没有摆完，好可惜。对啊。待会可以请你们吃啊。哇，那个那有带蜂蜜吗？正合我们意啊。蜂蜜有带。男生不适合。男生，这女孩子吃酸酸甜甜，我是加炼乳，不好意思。我加蜂蜜的，加蜂蜜的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绞肉。还是那你们都不要吃了，我吃啊，我不加的。我也不用加。人家可能会搅2次哦。看油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好。再炸了。爆龙渣嘞。哇。爆好嘞，我你莫看到呢。再来一次，很多次。要偷偷鲜色的啦。跟我们的比较现实啦。对，比较现实。上桌就要马上吃，我要保持大家口感很酥，外酥内软。在地肥就会撩动碰牌咯。嘿，所以每次我们的漂泡调酒咯。我保笋那泡过吼，可能还用哦，但是保笋会出水吧哈。对啊。这样把它包起来。那所以我要站远一点嘛。我们先这样，来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穿透了没？哦，看起来超棒的。风走了，干鱼。风走，我看你们避风台走了钓鱼嘞，你看用煮落去吼，cái香梅就走出来哦，cái风走啊，感觉香梅，对，保笋的香梅肉，真的会很甜。我们这边美疗的部分，差不多好嘞哦。对，美疗部分很厉害。这道菜叫派大星嘛，白玉船啦，白玉船。所以你要攀那美黑鸭不看哦，这个盘州用诶。没有，我家像公卡盘中咩唔是做惯呢。好漂亮哦！你睇拖出做준做嘅天意馆师傅嘅吉出題材。真的。我喊白好起來，你要做得咯。好，我们这组已经差不多哎，我们过去就差不多可以倒数了哈。来，哇，开始吸油了。紧做紧睇地呢，又拉死好咯哈！加油嘞哈！加油！大家可以食。有咩有勾芡咩？哎喏，我做得一三一勾哦哈。我问你咧。好，来，帮你哦。你们炸得很漂亮哎。这个红血。一两三也用盖啊。很养生。你的姑姑怎么炒过呢？一个照炒啊，早炒啊。不是，它会姑姑会出水。多糖体咩下香？对，但是因为。煮的给多糖体还唔会出来哦。我料理我不大爱太油。哎呀，草菇也是一个甜点的鲜味。好，我们去倒数了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试试看那最本味一关，优雅嘅无笋编出来料理，哪一组较占到咯？无笋做的编出青豆料理，太起啊！先来试试看那风吹带来嘅呀个白玉船，试试看呐。非常好吃呀。各位伊米其实都会料有比较香高都轻松哦。而且这个无笋当清甜咩？低度会料鱼蟹虫做甚至嘛？你们笋包，笋包那种脆度。还有咬落去，它做的水的都风走啊，感觉香梅就是好吃，好吃的哈。好吃。好，我还好好吃系哪片地吗？蓝水的鸦片，我们这边的更好吃吧？那是一定当然的。早餐的是款。哎呦，我做的贵得落去哦。它那个菇菇好好吃哦，一口下去，
哇，很有口感。 而且地度嘅保存，还可以保持佢嘅清甜，大家嘅脆嫩。因為啊，今日主食採用是係保存，因為你之前嘅切土啦、搶土吼，我知道咱最多真正凍吼，爆到地步多，雖然冇看到，不過食得都凍清楚。我吃出來的是銀的原味，銀的滋味。好，我到底結果會照我哋嘅想法麼？等下看下師傅用樣板評分哦。 緊張的時間馬上到誒，阿炳師傅搶分數。好，咱吹得到1分。好，基本就好嘅結果，阿鳳哥搶分數。哎呀，風水人咧，杜師傅搶公平。今天哈白盘春冻酱主食材，我感觉变得好松散的，炒料类似虾松的感觉，所以爆上个吐司他们口袋饼啊，个跪下的其他好不容易表现到了主食材的部分。 啊，你那边是主食材，去切一细一细嘛，爆到地位度，所以又学到个主食材，又搭配又就让我感觉讲系个榨菜的部分哦，到地位会表现到一个画龙点睛的部分，以后。好，阿鳳哥嘅想法咧？哦，其實兩腿要真緊凍大松啊，像我挑戰講，佢個菇菇你要做醬汁，你水乾炒，你怕做調油時間你就會乾炒，像我都有啲個做個西餐的個那個涼拌香菇絲烤過，我是大之後見梅頭還有，是正常問題哦。啊，我每本兩片其實動有創意啊，另外長擺動穿，基本做個無順便落頓穿啊，啊個。 食材也表現的方式沒做得動哦，新夢。不說呢，料理的時間，創意老米西多的 Q 哈就要兼顧到，馬上就來頒獎嘞！耶！好，今天比賽真緊動緊走，雖然說有我們的美珠學姐在，但今天呢，你老也太中譜，成績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現在有1分吹得到3，全年的加賽金。恭喜恭喜！ 好，等下就係獻點的時間了。咱是禮拜哈，得到係兩組哦，對血不鏽鋼奶鍋組，還有便攜式深層護理嘅蛇牙鰭記，來！哇！志玲姐，禮拜參加心得，老太太分享一下。今日來參加慶歡喜一家之主，原本唔係唱媽媽來嘅，媽媽年紀太大了哈，講冇辦法來，我臨時嘅聽歌來參加，我慶歡喜慶聽，因為來一家之主棒。志玲姐，歡迎老太太分享一下。一隻節目我知道，都得本大家來見識，我會煮菜啊，我會分享本大家，今日當歡喜，這些。大家咧，我就聽我好訪問一下妹珠阿姐哦。 這一集的節目效果擔當就係你第一擺到第二擺嘅我強強來。煮菜越來學習，歡樂在一起，快樂多每一天。當一做暗歡喜，當讚呢。挑戰阿姐老大家分享哦，你呢一擺吼參加嘅心得。呢一擺來認識很多朋友吼，我當歡喜，啊個有參加呢，千好。 下邊希望下邊還有幾標參加，有哦，一定哦。啊個線上又唔會搞很好啦，啊個下個下啲嘢都按講按斯文。不是為了黃金右腿吧？哈。不是。好了 ，Andy 參加你的節目呢是不限次數了，你當年都做的，過來當學姐學長，過來參加分享你最新好多嘅料理。係啊，希望吼一家之主做得繼續錄下去。 好，本大家參加10擺、100擺，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不說你下一擺要帶媽媽來哈。一家之主等等你強下來呀，到畢業分享好美食哦。下一擺再見，拜拜。等你來搞哦。